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伫拄则我搁伫顶头咧读一个名吼，就亲像咱今日所读的圣经。不过咱检查会感觉讲读这个圣经的名有啥物款的意义？我有一个感受是，随常咱拢爱会记起一样代志，上帝会记起咱的名。所以咱爱彼此会记起，才会使。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咱所伫地所在，以及互咱知影透过安尼，咱彼此的熟悉是透过是无毋对，迄是一个外在的记号，总是某一个部分，伊也代表咱这个人，互人好叫的时阵会款式。愿上帝平安，就甲咱所有的人做伙伫地，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阮软者有限有罪，因为安尼，阮也时常将人甲你放袂记起。求上帝帮助阮，因为阮知影你记得阮，就是阮袂记起你的时。你也记得阮，要听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毋知咱敢有介意家己的名？其实有人无啥介意家己的名，所以会去改名，对无？吼，有人会无啥介意家己的名，因为咱的名通常毋是咱家己号的，对无？通常啦吼，来去改名就可能无共款吼。通常咱家己这个名其实毋是咱家己号的，所以事实上不管咱的名安怎，其实应该拢有一个故事。我认为咱事实上咱这个名其实有一个故事，是安怎？其实咱来去问，当然有的人可能咱问袂着。不过咱的名。是一个人的外在或是内在的记号。1984年，台湾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发起一个运动，叫做正名运动。因要求当时的政府，就是外在爱将因原底叫做。三包，过去我们叫做三包对吧？那真歹势，原住民无得较住伫山顶，无得较住山顶，但是咱也称作三包，正名做原住民族，这是这个运动头一个诉求，所以这个有正名过来，事实上。这个正名运动内容，阁有另外一个要求，因上是要求伫身份证顶头爱恢复因原住民传统名的权利。所以这个诉求，直到11年后，因1984年要求这个正名的运动。11年后，1995年，立法院才通过迄个姓名的条例修正案，互原住民会当伫身份证顶头登记家己的族群名。总是一开始，家己的族群名嘛，只会当用汉字来写，听我意思吼，用汉字来写。直到2003年，才互这个原住民会当伫这个家己的汉字边仔会当附注用拼音来并列，听有意思吼？就亲像中日教会陈克安牧师，伊的汉名是陈克安，总是伊真正的名叫做亚沙拉侯拉。好，亚沙拉。伫因的文化，所以一个名其实有迄个文化甲族群遗传的意义。台雅的
名是亚撒拉，所以伊的名叫做亚撒拉。侯拉是伊的老爸名，听有意思吼。所以伊整个的名组起来，侯拉是伊的老爸名吼，所以伊的囝是放伫后壁，叫做亚撒拉，是美，是美吼，是美。所以伊的囝是安尼吼，伊的囝是美亚撒拉，听有意思吼。所以迄个名，囝一个名。其实都有迄个文化甲族群真特别的意义甲内容。咱若毋知影，咱爱去问，毋通凊彩黑白药，毋通凊彩黑白药，爱去问。过去我嘛捌主持几场的除偶像的礼拜，往往会处理着神主牌啊。什么叫做神主牌？迄个是祖先的牌位，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公妈牌。咱捌听过无？捌听过啦吼，神主牌啊。这是汉人的文化内底咧，供奉这历代祖先的牌位，通常会放伫厝内底咧拜的迄主要的迄个神。边仔吼，放伫边仔也是后壁，象征祖先的灵魂。神主牌啊，通常后壁会记录历代这已经过去的先人，因的名、因的生日甲死的日子，传统上是互男性的大孙来继承。所以，伫除偶像的时阵，通常我会请主人先将后壁这个名抄落来，好好保存起来。通常是写伫后壁吼，好好甲保存起来。不过，这个神主牌啊，会当甲摕掉，因为人若在世，咱。照基督徒的样式，本来就爱尊严甲孝顺。人若无伫个，咱阁需要来纪念甲会记节。总是祖先甲咱嘛是人，拢人，所以无需要特别去拜因。听意思吼，免拜因，总是咱爱会记节。所以保留遐名其实是有意义的。咱今仔日所读到的这份家谱是旧约这类资料真典型的写法。总是是安那家谱要出现伫这个所在，引起真侪猜测。编辑的人放伫遮有啥物意义呢？伊要对咱讲啥呢？是若敢观察到前后有两段的故事。拢讲到上帝命令摩西去见法老，摩西2摆拒绝上帝的呼召，讲家己的喙齿无法度真含慢讲话啦。简单来讲是安尼，真含慢讲话，总是迄个字原文嘛有迄种大字的意思，所以是口字吼，迄个嘛迄字。翻译起来嘛有迄个大字的意思吼，然后前后的这个描述将这份家谱来框起来是安怎？检采是因为这是一份记载祭司家系的家谱，再记第6章第14A 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就好，做伙来读来。下面是以色列的族长，所以一开始咱读到的时阵，咱会抓做下面是记载以色列所有的家谱，其实毋是哦，其实毋是，咱若好好读落去就知。不过下面我大多已经有练过，所以有可能小可读一下。若读毋到，不要紧吼，这下面我来读啦吼。
出埃及记第6章14、12段，雅各的大囝路边的囝是以诺、法罗、希苏伦加加米，这个是路边的宗族。所以对大囝的宗系写起，其实是旧约家谱标准的写法。出埃及记第6章的15节是安尼讲：西面的囝是亚摩利、亚敏、俄亥、亚军、奢亥，以及甲迦南的女子所生的色罗，这是西面的宗族。西面是雅各甲利亚的第2囝，所以到这第一个讲了，第二个讲了，所以到这甲其他的家谱差无偌济。落去个较无共，出来记记第6章的16节是安尼讲：下面是利未的囝的名，照因的家谱是吉顺、哥哈加米拉利。利未活137岁。利未是雅各加利亚的第3囝，总是经文真紧刷来的。伫利未这个家族顶头，所以出来记记第6章的17节到19节是安尼讲：吉顺的囝照因的家族是利尼加是妹，哥哈的囝是暗兰伊苏哈是别伦乌斯，哥哈活133岁。米拉利的囝是莫利加摩斯，这是利未照因的家谱所记载的宗族。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刷落来只存记录利未的这个家族。听伊说第一个、第二个刷落来只存记录利未这个家族下面，甚至记到第5代。上尾咱若落去拢是利未的家族啊吼，所以下面甚至阁记到第5代。新约家咧对咱讲，这部分家谱就亲像圣经其他的家谱共款，是浓缩的，就亲像歌合，咱有读到歌合嘛吼？歌合照记录，那照这的记录叫做伊是摩西的阿公。伊是摩西阿公，总是歌合什么时阵就出现啊？伫创世纪46章的11节，歌合是利未的囝。伊创世纪46章的11节，换一句话来讲，伊伫迦南地就出世啊。伊伫迦南地上当时。因选到这个大家族，选到埃及的时，伊的名就伫遐个做伙行的人的顶头。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哥哈甲摩西，因2人中间隔350冬。因为出来记记第12章40节到41节讲。以色列人出迦南地430年，住伫埃及。那安尼歌合他有可能是摩西的阿公。民数记第3章28节是记载歌合有4个囝，因的家族的男性总共8600人。虽然安尼。总是咱嘛无需要认定这份家谱无准，因为圣经内面所出现的家谱袂当用字面来理解，因为这编辑者的撰写其实有伊特别的目的甲考量。近代神学家将这份家谱归类做祭祀文献，所以这份家谱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追到迄个溯源到列祖，透过
家谱将摩西甲阿伦甲以色列下者的先祖接起来。第二要讲因是属利未的支族，是安怎摩西甲阿伦属利未支族遮尔要紧？因为利未支族日后继承了祭司这个身份。祭司伫以色列人中间是主持仪式，互以色列敬拜上帝。这就是以色列人上要紧的身份认同，真做属上帝的子民。若无安尼，因就无叫做以色列人。听意思吼？若无安尼，因就无叫做以色列人。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祭司主持迄个仪式，特别强调因要紧的是这项代志。出来记记第6章20节，好，到遮咱会当做伙来读啊！吼，我条工放互较大，咱会当做伙来读看卖啊！吼，来，暗然带伊的阿哥约基别做某，是阿伦甲摩西。暗然活137岁，所以到遮出来记记，才谈讲摩西爸母的名，进前拢无写吼，到遮才写出来。暗然甲约基别的这个婚姻，后来以色列的律法中明文禁止，因为这是近亲的结合，这足近的吼，因是足近的吼，随上。近代嘛发现安尼袂使，因的亲人的迄个血缘是真近，所以既然圣经内底这家谱有特别的意思，往往是浓缩，无都照安尼来推算因的年代。详时伫希伯来文内底真特别，老爸、阿公、阿祖、太祖。拢共字，我搁讲一遍咯吼。希伯来文内底吼，老爸、阿公、阿祖、太祖，咱知影太祖是啥物意思？对，搁较起哩吼，搁较起哩，吼，搁较起哩，太祖拢共字啦。所以迄字出来，咱嘛毋知影迄是伊的阿公、伊的老爸、伊的阿祖、伊的太祖，毋知影吼，毋知影。所以，是若讲有人咧摇阿检菜暗然，毋是摩西的老爸，或是隔几代有号共名，这嘛有真有可能的安尼，隔几代号共名嘛有可能。所以不管安怎，总是真明显，这份家谱要出现几个人，咱若伫这份家谱内底有读到遐个。特别注明因活几岁，咱就知影要特别爱咱注意迄个遐个人，遐个人是啥物货？利未、哥哈加暗然，后面拢注明因活几岁，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叫做利未的家族。出来记记第6章21、19、20，因为外口真吵，所以咱来读看卖啊吼，咱来读看卖啊，来做伙来。以斯哈的囝是科拉、尼菲加西基利；乌士的囝是米沙利、以利撒反、甲西提利。伫遮是咧记载哥哈。除了暗然以外2个囝，其他2个囝，暗然伊的囝是摩西甲阿伦对无？这是伊的堂兄弟啦。简单来讲是安尼，这是摩西甲阿伦的堂兄弟。无，歹势，毋是，伊是迄个暗然的这个囝啦吼。好来，咱出来记记第6章23节，
咱做伙来读，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阿伦带阿比拿达的查某囝，拿顺的小妹伊丽莎白做某，是拿达阿比和伊利亚撒甲伊塔玛。所以刷落来，这份家谱就将焦点放伫阿伦身躯顶头。咱来知影传统的家谱未记录女性的名，总是这份家谱去记录阿伦的老母、阿伦的太太以及阿伦的新妇。这是整个阿伦的囝系。出来记第6章2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可拉的囝是阿瑟、伊利加纳甲阿比亚撒，这个是可拉的家族。可拉是暗兰兄弟以苏哈的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可拉是摩西甲阿伦的堂兄弟。因同辈哦吼，因同辈，可拉是因同辈，是安怎要特别来标明伊的这个家族呢？咱爱参考看《民数记》16章第1节到50节，因为后来以色列人伫旷野内底，可拉因为伊是整个利未的家族，所以伊有祭司的身份。所以，伊就结党，要反对摩西、阿伦以及上帝的引传。所以，伫民数记16章的所在，因称作可拉迄党。到尾后，上帝受气临到，迄党互土地破裂，规个党拢吞吃去。出来记第6章2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阿伦的囝伊利亚撒带普提一个查某囝做某，是菲尼哈，这个是利未人逐个家族的族长。现在甲提醒咱，这份家谱其实。提供一个真快的年代，其实是咧提醒咱，当咱读出埃及的事件的时阵，要有真快的历史观，因为上帝的心意透过家谱的撰写来指引未来。菲尼哈其实是这份家谱上尾一个名。咱也好好读到民数记25章的第1节到17节内底，有记载日后菲尼哈并选了上帝以色列人淫乱所发的受气，所以上帝将以平安的约，这记载伫民数记25章12节。赐予菲尼哈，所以上帝甲人结了平安的约，是伫民数记25章12节，伫遮搁写一遍。咱来知影这项代志伫旧约内底有啥物款的意义？伫旧约内底会当连接到伫创世纪，当上帝互大水提去了后。伊甲人所立的约，伊讲用轻放伫天顶，诚做冰雪伊受气的记号。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个和平的约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虽然这份家谱到这来结束，其实是咧表达。对利未开始到菲尼哈，因正做祭司的每一代，包括摩西甲阿伦，虽然有亲像可拉安尼，
甲上帝、摩西、亚伦做对敌，总是做祭司的每一代，拢有人起身，重心伫即份甲上帝所立的约顶头。再记记第6章2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亚伦甲摩西就是上主捌对因讲。要带以色列人一堆一堆离开埃及地，迄2个人，咱来知影，伫古代圣经世界内底，一个人的名就等于这个人。圣经内底差不多是安尼哦吼，这个人的名就等于这个人。所以家谱咧记录名，无提供更较侪的资料。总是除了表达迄个血缘关系以外，人的名更较表达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开放的关系。就亲像咱咧摕美句去介绍自我介绍共款，会当互人来知影你的名，就会当甲你好好对话，彼此称呼，然后。有机会会当更较进入深入的熟悉，所以透过叫名，要团结以色列各支族组织，成做一队一队，那亲像军队共款来出埃及。所以透过这份家谱，要叫醒一群伫埃及，互人无当作人的奴隶的迄个族群，咱爱知影，人啦，互人叫做奴隶，是有当时啊是无称呼伊的名，有可能是用一个代号来称呼尔。总是透过安尼，互因知影家己的名，甲因的家系。表示因无互人放袂记记，透过这款安尼过程，将原本甲亲像一般山的人甲支派组织起来，这就是亚伦甲摩西的人物。创记记的故事是对迄个伫火烧刺皮内底出声的上帝。一开始，伫火烧刺皮内底就叫讲摩西开始的，所以一开始，这位上帝是叫人的名，后来这位上帝愿意互人伊的名，所以。摩西甲亚伦的家谱嘛，代表即群要甲上帝立约的人。你要甲上帝立约，你嘛爱互你以你的名，听有意思吼？咱若要甲上帝立约，咱毋是无名的人哦，咱是有名的人，咱嘛爱甲安尼甲上帝立约。所以，互上帝咱的名。互人知影咱的名，其实不只是甲人建立关系，嘛是更较甲上帝建立关系的方式。出来记记第6章2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埃及王法老讲，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嘛是摩西甲亚伦，透过安尼。因才准备好，要去要求埃及王投放上帝子民离开。2026年，就是今年的年初有一出电影叫做《世纪黑暗》，是描写戒严时期政治也未破案的一出电影，引起争议。所以。这出电影引起的争议，就促使台湾社会重新来关心过去发生伫这块土地顶头的故事。所以台北
101的董事长贾永杰，伊就倡议爱重新入捌发生伫即块土地、台湾即块土地顶头的故事。这个争议的事件，同时也带动网络甲社群媒体大量的讨论。所以有一个出版社出版少年台湾史以及转型正义的路的这个出版社叫做玉山社，发现今年这本册真大卖。这也表示真侪人要透过购买来读来填补对台湾历史事件的知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伫网络顶头，互人叫做补课，对台湾历史的补课的潮流。这嘛反映台湾年轻的一代，因检测是出世伫后戒严时期。因享受现在民主自由的社会的同时，因开始学爱去关心过去人，互人禁止讲迄个发生伫台湾土地的这个故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什么是咱的命？历史甲家谱造就现在的咱。咱来承认这点，总是爱认捌咱家己，认出迄位主动呼召咱要甲咱立约信息的上帝，就需要先去认捌咱的性命甲这片咱活的所在，这片土地历史，爱知影迄就是咱的命。对安尼知影，咱对倒来，要对倒去。日本导演新海诚伫2006年有导演制作一出电影叫动画电影，叫做《你的名》。你的名当时真大卖。导演甲编剧透过这出电影，毋若咧讲人甲人。迄个情感顶头的三联系，伊用线迄个牵彼此的迄个线来牵调的，来表达这种情感的三联系以外，实际上内底搁较讲的是甲日本的传统文化的三连结。所以主题曲真趣味，这主题曲上尾是安尼唱，伊讲，互咱搁一摆决定要讲第一摆见面的暗号，我现在马上出发，要去找你的名。我相信上帝记得甲咱第一摆见面的暗号，伊会叫咱的名。当上帝叫咱的名时，这时就是咱爱醒来去认出伊是咱的主的时，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帮助阮，当你叫阮每一个人的名时，帮助阮醒来，知主是你在叫阮。帮助阮认出阮家己的名，以及你认出你是我的主。求上帝帮助阮，求上帝记得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